公司台记台全新的节目《食老葡萄豆》8月7日特别开始放送啊！这食老葡萄包是专门为着这时代设计的节目，要用这轻松趣味的方式，带时代来明白社会当中事件的代志。一天一天一粒豆，趣味搁逍遥，互恁健康唔惊老，真正有够够。轻松的音乐为记者会开幕，人讲老网老各会葡萄豆，面对高龄社会，公司台记台开2年时间准备的食老葡萄豆，是以时代为目标的节目。食老葡萄豆希望透过节目的设计，让时代认识各款新的社会事，增加时代甲少年人开讲的话题。即马社会已经行到倒一个程度啊，吼，像讲多元性别也好啦，吼，也是有自病、忧郁症也好，也是甚至讲咱即个面对咱生老病死的即个问题，安怎面对死亡这件代志，咱拢会用来讨论。即马尤其咱高龄化的社会，吼，应该爱有的一寡知识，啊，还有因为时代无同，现主时社会新闻有的咧讲的话题，会甲因的生活吼真搭吧。我真喜跳舞哦，20外岁啊，跳到即久76岁啊。食老葡萄豆是公司台记台甲台视台3合合作的全新节目，要亲像开讲同款，以轻松趣味的方式，开创全新形态的台语时代专文节目。我嘛会当书写，嘛会当翻译。啊，既然是安尼，我就想讲看要安怎发挥，吼，啊结合其他的产业啊来推广台语。食老葡萄豆是外景主持人柯祖婷加金钟奖肯定的主持人邵大伦共同主持，为8月7日开始，每礼拜1到拜3早时10点半，伫公司台记台播送。记者郭文耀随台北报道。